那这个现在们跟当在毛南边，前南边跟跟上，俺那了前人跟同比，这是个大经济吧，先把这边，这是个东南就看不上了，样怎么解释？挂正气。怕了这么我们错么的了，错给面头怎么了变了呀？瞧那错了啷个也变我的人嘞？一路浪错不上哈么的，我模样怎么进了？我们也就来呀么？他什么么不样西高的了人呢？他那了个样怎么管了呀？瞧那样什么这了个人那人呢？想心怎么不日子着满台？我模样怎么进了？我们也就来呀么？就在那可罗吧，有了这么多人呢，这一些头有人模样，瞧那穿了胸粗比人难人的，胸中层个嘛把金针木柴，我模样怎么进了？我们也就来呀么？我模样怎么进了？我们也就来呀么？我们也就来呀么？